继续来关心到台中市的市政路第一期延伸工程昨宣布通车，不过地方是讲在上班时间、上下班的时间附近拢塞车塞甲真严重。学者就分析，目前这条路的功能性也不足，新开的道路拢有一段交通混乱的时期。因那交通局长是讲，会全面来延长车顶的时间，随时调整。 车辆是一台接过一台，到路口就拍解。台中市市政路延伸工程拄通车2天，但是甲工业区一路路口周边路段，一到上班就容易塞车，互通勤者真困扰。那上下班这里都会多少了？都会塞车。有一些人潮，他就是往这一边消化上来了，他不用绕到五权西路那一边嘛，等于是把五权西路那一个路段的。 分散过来，对。市政路延伸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路段工程，总共是750公尺长，总经费23.9亿，26号正式通车。台中市府原先估算会当疏解台中工业区、精密机械园区甲中科园区三大产业聚落的交通压力。不过民众反映上下班严重塞车，交通学者分析，目前延伸工程敢若有一半功能性不足，佮加上新路效应，会吸引车流进入这个路段来试看卖。 它的功能性它还没有完整的呈现，因为它未来还要继续再延伸，也就是说，现在只是到达目标的一半而已。刚开始，当然第一天或甚至第一周、第一个月都有可能会有这种塞车的情况，因为可能民众要去试试看，他才知道说，哦，这条路究竟可以到哪里。我们针对公西一路的绿灯时间，我们再全面性的把它做一个拉长。然后我们今天早上也有持续的派员去观察。 整个一个进入工业区的一个车流的一个状况，那我们会持续针对这周边的路网的一个车流状况，再做一个滚动的检讨。台中市交通局表示，目前看到工业区一路车流量真大，已经全面将车顶的秒数扣长，后续会搁再来持续检讨。学者是提起市府会当加宣导市政府延伸工程通车路段，适合倒几种用路人使用，做到基础的分流，第一当度过开通的准听期。公司新闻台中报道。